自從特朗普嘅對等關稅公佈之後，真係咧每日都有新嘅消息。最大嘅突破咧就係特朗普喺4月9號嘅時候宣布咧暫緩其他所有國家嘅對等關稅，除咗中國，並且咧將中國嘅關稅咧累加咧去到145%。後來咧仲話咧係可以加到咧245%嘅。中美之間究竟要點樣收科？雙方有冇機會可以談判呢？就成為一大嘅焦點。另一方面值得關注嘅就係美國國債。自從關稅推出之後，美國國債嘅價格咧大跌，亦都有報道指出，特朗普咧願意暫緩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國債被拋售。咁究竟係邊個去拋售國債呢？國債嘅利息對美國有幾大影響？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出現信心危機呢？今日就同大家講下。Hello，大家好，我係希亞。特朗普由月頭咧公布對等關稅，咁已經咧幾個星期啦。咁當中咧亦都有好多重大嘅變化。首先，關稅公布之後，道指最多跌超過4000點。之後，特朗普宣布只係保留基準關稅10%。除咗中國之外，道指咧就大幅反彈大概2000點，但係按月咧仍然係大跌緊接近8%嘅。中國咧係第一個走出嚟話要反制嘅地方。咁當美國加中國34%關稅嘅時候咧，中國就話要加翻美國34%。之後咧，特朗普就將中國嘅對等關稅加到125%。加埋之前已經徵收嘅芬太尼關稅20%，即係咧145%。中國咧亦都係照跟，將對美國進口嘅關稅咧提高到125%，並且話咧美國繼續數字遊戲嘅話咧，中國咧將唔會再理會，咁即係咧唔會再加啦。而美國其實喺拜登嘅時期咧，已經對中國部分嘅商品咧徵收咗100%嘅關稅，所以加起上嚟咧，部分嘅商品例如針筒啊、針頭呢啲咧，關稅係去到245%嘅。不過其實咧呢啲關稅咧再加都已經係冇乜意思啦，因為超過100%嘅關稅咧，其實已經超過好多商品嘅價格啦，本身已經係非常之貴，亦都咧係無利可圖嘅，所以其實咧已經等同雙方咧去斷絕嗰個商品嘅交易。不過特朗普咧亦都提出豁免手機、電腦、芯片等咧電子產品嘅對等關稅，中國咧都包括在內嘅。所以中國嘅電子產品咧，只係需要俾20%嘅關稅，而其他地方咧就係0%。不過之後咧又話可能會有另一個針對半導體嘅關稅，並且咧可能喺未來1-2個月內公佈。咁總之就係反反覆覆啦。所以而家咧係完全咧唔睇好呢個晶片股，好似 Nvidia、輝達 H20嘅晶片咧都係被禁止出口俾中國嘅。咁本身咧 H20晶片咧已經係一種低端晶片。係為咗應付咧2023年美國出口限制而推出咧中國專屬嘅 AI 晶片，但係而家咧連 H20嘅晶片咧都出口唔到，咁即係咧 Nvidia 咧都完全做唔到中國生意噶啦。咁今次嘅對等關稅咧，亦都引發兩大對於美國嘅憂慮，就係關於咧美債同埋美元嘅危機啊。先講下美債啊，有講法咧，特朗普之所以決定暫緩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嘅關稅咧，就係因為美債被拋售。美債嘅債價下跌，債息上升，美國咧要還嘅利息咧就更加之多。自從特朗普公布關稅之後咧，美國國債嘅債價咧的確係急跌嘅。10年期美國國債嘅孳息率咧係升到4.4%。其實債息咧係會受好多唔同因素影響啦。一開始特朗普宣布關稅嘅時候咧，市場預計會造成通脹，迫使聯儲局咧去減息，令到債息咧回落到去4以下。但後來咧有消息話美債被拋售。債息咧就快速咁樣上升，咁美債有冇被拋售？係邊一個大手咁賣出美債呢？而家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債嘅總額咧係高達7.6萬億美金，當中咧係日本最多，有1.1萬億，中國咧排第2，就持有7000億，其他咧就係英國、比利時、盧森堡等等咧歐洲嘅金融中心，亦都持有幾千億美元嘅美債。話拋售咧，大家即刻會諗到係咪中國作為一個反制嘅手段呢？咁一直以嚟咧，中國的確咧係有呢一手牌咧，就係可以減持美債嘅。但係呢幾年之間咧，中國已經陸續咁樣減少持有美債，由之前咧係第1位持有美債最多嘅國家咧，跌到去而家咧係第2位。所以咧呢一個咧係一個長期嘅政策，亦都咧唔係今次嘅觸發點。而比較有根據嘅講法，就係咧今次大規模拋售嘅係因為有日本嘅基金公司咧爆倉，買入咗大量嘅美債，加上槓桿抵押咗俾銀行。再買入咧美股、日股等等，咁當最近股票市場大跌咧，美債作為一個抵押品咧就被大量咁樣拋售用嚟還債啦。所以咧暫時嚟睇咧都係個別基金公司同埋銀行嘅操作，
而唔係咧有國家有系統咁樣拋售。事實上咧，美國財政部嘅數據都顯示咧，中國同日本咧喺2月嘅時候咧都仲係增持緊美債。美國嘅財長咧都出嚟咧穩定市場，話中日咧係唔會傾向拋售美債嘅。咁美國嘅債息上升究竟有幾咁大鑊呢？呢啲債息咧係要還嘅，美債每上升0.01%，美國政府咧就要俾多36億美金嘅利息。而且咧而家美國財赤嚴重，必須咧發行更多嘅新債咧嚟冚嗰啲舊債嘅利息啊！如果發行嘅新債冇人買，美國咧可能就會有資金嘅危機。好似咧日本10大保險公司之一富國生命保險咧，咁佢之前咧就公布最新嘅年度計劃，將會增持日本超長期國債，並且咧考慮減少咧外國嘅債券，包括咧美國國債嘅規模。不過美國國債係咪會違約，會唔會冇人買，導致冇錢還呢？距離呢一個情況仲係好遠好遠嘅。始終咧美國有霸權啦，喺世界咧仍然係主導嘅地位。還唔到錢嘅話咧，都可以引出嚟噶嘛。同埋喺而家咧，當美國國債都唔能夠有絕對保證嘅時候，黃金就成為咗最佳嘅避險選擇。金價咧係不斷咁樣上升，以及咧除咗美債之外咧，有更多嘅投資者咧開始留意日債啦，同埋歐洲大國例如德國嘅債券。之後就講下美元啦。美元又發生咩事呢？就係喺最近咧短時間內大幅貶值，歐元對美元咧係創過近4年嚟嘅新高。咁對於香港人最直觀嘅感覺咧，就係港元對日元由之前嘅5算，短時間內咧已經升到5.5算。咁準備去日本嘅，唔知你哋有冇唱定啲 yen 啦？至於美元點解會突然之間跌得咁勁，主要咧就係一種市場對特朗普關稅政策同埋一啲言論咧不信任嘅表現。特朗普咧多次表示唔滿意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因為咧特朗普一直希望咧減息，但鮑威爾每次嘅反應咧都係要觀望。聯儲局本身係一個獨立制定息口嘅機構，特朗普咧企圖干預，可能咧會打擊聯儲局嘅獨立性，造成不穩定因素，令到一啲資金流出，造成咧美元貶值。不過咧貶值係咪唔好呢？對於特朗普嚟講，其實佢一直係希望弱美元嘅，因為咧佢係希望重振美國嘅工業同埋出口，美元咧就唔可以太過強勢，如果唔係咧個成本就會太高，更加難以咧去吸引工廠回流。所以咧之前我影片已經講過。美元強勢咧已經維持咗一段時間，其他嘅外幣咧仍然有好多嘅升值空間，只係當時冇諗到佢要點樣去實現。但最少個人預測，其他外幣升值嘅趨勢咧係可以一路維持嘅，唔會咧完全咧回到之前嘅咁低水平。想把握升值或者旅遊之用咧，就可以長定一啲外幣先啦。最後而家特朗普咧每日都有新嘅講法，例如佢話可以大幅降低中國嘅關稅，同埋咧係唔會炒咗鮑威爾嘅。同佢之前嘅講法咧，簡直係180度轉態。所以咧，中美之間究竟有冇得傾咧，都係未知之數。真係咧要緊貼市場嘅變化啦。好啦，咁今日影片咧就嚟到呢一度。上面我講過嘅產品，特別咧係一啲避險嘅工具，例如債券同埋黃金等等咧，都可以喺 IB 盈透證券裏邊交易得到。IB 支援全球34個國家，150幾個 market，27種貨幣，提供咧全球唔同嘅產品同埋服務。我會將佢嘅網頁擺返喺文字欄上邊，有興趣了解下嘅咧就可以撳入去睇一睇。將我影片咧亦都可以撳一撳入去，咁我咧就會有返少少嘅回贈，亦都係對我嘅一份支持。未訂閱嘅咧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like、subscribe、share。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